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我甲你讲，迄健身房真正有效呢！哈，迄健身房真正有效哦！我去年惨惨开万外块去搭办一张会员卡，后来煞因为无钱人食饭，到即马已经瘦要5公斤啊呢！安尼你讲无效？哇，佫真正有效呢！啊，你平常时啊上班，囡仔拢送咧帮你带，阮大家会帮我带囡仔啦。啊，你真好命呢！他也有，日时伊帮我带阮囝，啊暗时我帮伊带因囝，安尼大家拢足公平啊！爸爸，人要买这支枪枪啦，莫互白吵啦，甲吵伊试看诶，买互伊啦，无伊安尼回哭哭。囡仔就是爱听老爸话啊！啊，你到底有听到无？紧买互伊啦！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出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廖弟 Camper 每礼拜六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